台北市长郭文摕讲，伊9月初才要来公布是毋是要选总统。上新的民调，郭文摕若来参选总统，将会提走蔡英文3+1的选票。针对这个民调，郭文摕也是迄句话，讲这个民调看咧就好。民进党家己的分析，讲这个郭文摕选总统的几率是真低，但是这是由郭文摕真无赞同哦。伊来回应讲，永远拢莫预测郭文摕。郭文摕的意思就是讲，伊要安怎咧拍算，永远拢互你民进党料袂着。一切缘和吉祥。先讲市场改革，台北市长郭文摕亲身参加动土典礼，并施政有感。加上北媒媒体民调显示，若是加入总统大选变成3强争霸，就会分割蔡英文的3成选票。自从那个民进党跟国民党的初选民调出来以后，我就对这民调实在是还是那一句话，看看就好。是不是要选无答案？即马佫传出力赢，成为郭市长参选的几率降低。台湾的媒体就这样嘛，看看就好。柯文哲最难缠的地方，这个人实在是太不可测的话，所以永远不要预测柯文哲。两个选举问题，伊拢提标准答案回应。不过，讲到香港示威愈来愈激烈，中国有可能会派出解放军压制香港，伊总算有一个无共的答案。当台湾太虚弱的时候，呢，大陆在处理香港会更不手软。所以我也觉得，一个强大的台湾，你知道哦。会让大陆在处理香港的时候，会稍微多一点的思考。那所以是这样的哦，我倒觉得台湾在过去30年民主化的过程，你知道，可以给大陆一些启示。首都市长讲到国际问题，伊面上无笑容，严肃面对。